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咪咱来读台湾通讯网报，按这个310期来甲读。我淡薄仔时间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这个连结是台湾图书馆的连结，伊有甲李工局基金会敢若就是有授权，甚至敢若甲一批台湾通讯拢安怎讲？互因去处理就对啊，所以可能你会使找着安尼啊。要毋过因为可能较适合用电脑吧，那纯粹用手机啊，可能无遐尼方便的款啊。所以我就讲，以我个人来讲，本正是读册会应该是讲，大家拢有实体的册，可能会较好势啊。啊，总是有当阵啊，安怎讲？时间还是所在，还是各方面的因素就对啊。所以罔听啊，顶悬这个连结，因为我伫咧迄个啥 YouTube 开一个直播啦，啊，所以现在是连结的较侪款吧。啊，伫 Clubhouse 遮就是因为伊的迄个软体，即个 APP 的限制，所以可能敢若会使一条一条慢慢啊打，所以可能就是我看有影打，就是有数位化，就是因去除了迄个啥，除了李工局基金会因家己有网站。甲遐个12个内容上网以外，因甲即个台湾图书馆算讲授权，啊，互伊去处理就对。所以看起来，我目前看到就是，若准讲是李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敢若毋是每一期的每一篇文章拢会上网，啊，若是台湾图书馆。因去处理过，敢若就是每一期的每一篇拢有上网，敢若是安尼。当然，我目前无每一期、逐页拢去改编啦，不管是我手头的，或者是伫网站顶甲所看到的，无啊，所以凡是有可能看哪有够去，至少是目前我所大约看即个312即几期是。这个情形就是，李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是每一期的每一篇拢有上网，啊，台湾图书馆因去处理了，因为因会放一个因的啥铺水印票，就是每一页拢会伫顶悬教因的台湾图书馆这几字，诚做讲，这是因处理过啊，因为这边安怎讲？就敢若，当然，这所谓一切其实就是，可比讲著作权，也是原来各个著作者，啊若李工局因是出版的，所以因嘛有发行的这个权利。啊，台湾图书馆因只是受到李工局基金会因的授权，所以有通去甲迄网站顶悬的资料，或者是来参考啊，只毋过就是方便而已，啊，就是因毕竟迄个台湾图书馆因目前是甲伊放伫咧本土教育资源资料库，所以即个本土教育资源资料库内底诚侪资料，所以你去找关键字的时，理论上会使看到一寡，有可能你想要知。有通看到实体资料啊，实际资料，嘛有可能是你的关键字伫别所在、别的媒体还是文本嘛是有得对啊，所以反正就是安怎讲，那么咱就来读啦吼。所以我就讲，都含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也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啊。这个台湾通讯网报第31期开始读，现主是上新的是388期，所以。
伊是一个日出一本啦。咱原则上一礼拜读6天，可能嘛是会使读得不哩遐久安尼。若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我就继续来读这个拿顺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籽》。Cheryl Sunny， 大家看朋友，我毋知这个是金还是清，我毋知，歹势。这个伊使用者的罗马字、英文字母的，就是台语文嘛会来用，中文嘛会来用嘛，所以中文的读法，台语文的读法，我毋知哪里，歹势。安尼我就继续来读这个拿顺水的第3本小说，应该600几啊，读到600几啊，要读煞啊。听候答案转到厝，好主甲假理言的套头，大体啊，搁留一解，互伊知。一困仔久了后，答案徛起来讲：“我来去店仔口买一包粉，才搁讲出国。”答案哪行家己哪想，钱甲所费咧，这爱先讲互清。两个囡仔要安怎安搭？假翁某敢免困斗阵咧？母假会挡得偌久？也若无细字变真诶，会有法律责任无？真正是会了袂尽啊！阮买好啊！答案坐伫碰椅，哪数分哪问讲，头一把米要为倒来？你先肯你有诶，袂你拄好诶时，我总配买。着爱先付恁小姑仔，着爱先付恁小姑仔钱无？生性嘛爱，我会回去互伊。咱两个囡仔要安怎铺排？我想要甲例子面好，暂时先寄伊带。因厝长翁敢会互伊安尼做？因兜是例子第一做王，厝长乖敢若虾仔咧。安尼我着安那。总是你敢毋惊我去美国学爸母？咱要嫁娶进前，有去龙山寺观音菩萨面头前就抓，啥人先孝心反背，就会做雷公点心。你会记得无？我是信神的人，较有甲放袂记的道理。虽讲是假理言，毋过我好主永远是你的人，会爱你到老到死。为着咱的囝孙孙较苦，嘛爱吞忍落去。为啥？这段是因为这时间点是美国走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踢伫边啊，所以足侪人就怎惊到要死，甚至你到当啦，大部分的人，若准讲互你选择，你会使摕美国护照，你要摕无？大部分的人可能9成9的人拢嘛要摕美国护照嘛。何况讲是1979年迄个时阵，台湾即只船袂输要沉落去啊，上款，所以足侪人想空想要去摕美国护照。即种做假离婚的嘛是，伊即种敢若剩较无2页，规气我甲读完好啊。杨因问因小姑金美10-8倍的代志，坐甲规山坪，差不多逐工联络的电话钱，坐甲袂讲着。照金美的叮咛，2翁仔某伫2月日内底，假理言领护照、办美签、买机票、甲汇钱款互金美，着母甲强要并过去。毋过这是较无用尔，开即款钱对好主甲阿辉来讲是剩一支骹毛尔。金赌无碍甲半时啊！1980年12月初10，答案甲金美伫加州办结婚。答案未上婚姻记进前，就含2个囡仔带去例子遐嫁。结婚真快，答案嘛暗算无介久就会摕到绿卡。毋过官厅有迄款移民局的官员甲警察，无限定时阵，拢是经半暝半才去要摕绿卡，结做翁仔某所定居的住所遐离劫。确认2个人是毋是有带斗阵，共食困，衫裤做伙洗，囥共衫櫥。有听人讲，即对翁仔某若穿内衫内裤，伫房间内接受临检，移民局才要恁是真正的翁仔某，毋是假报的鸳鸯。伫
5冬内答案计共断着7摆，才摕到绿卡，会使出去食头路趁钱。1985年12月，答案就照东起初的约束，付一笔袂少的赡养费，才甲金美办离言，就爱搬出去外口家己住的因由。是金美要搁接新客户，袂使有冷战，这是伊伫美国有法度稳心啊过日的步数。一声毋若答案尔，连金美嘛同齐变做两个互相无干介的独生仔。讲是头尾5年，毋过伫第4冬的时阵，伫台湾煞着去读国民学校的年会嘛到啊。好主有甲答案投讲，无要搁寄伫内主遐，要甲人地两所好啊，人地青所嘛，人地两所的地头。答案毋捌神，毋捌人，要创啥？好佳在伊还伫正勇行的会头，靠力头换只上紧找到工课，就装起因Coca-Cola 公司的捆工，公司的捆工，逐工对卡车四过送货，家己趁箍路钱来食饭细厝，拄好有够用尔，嘛剩无偌济。这就讲即种是啥？办为着要摕遐绿卡啊，等于是母弟母教、母东母西嘛。这甲真侪中国人走来台湾的手路是差不多啊，只是有遐尼艰苦无，我毋知影。好，小路准备大家的朋友，恁有兴趣啦吼？祭完，敢有要起来祭完？三年，拄则我看三年起来真搁溜去安尼，我毋知啥物原因。我就看到你。我伫顶顶。好，欢迎迄个啥，咱就来读第310期，要读杂艺啊，因为杂艺啊，这篇恁大甲我，等于是安尼讲，将近3页啦吼啊，而且我感觉伊段有够长的长啦，这真正是无讲介好切啦吼啊，所以可能就是我先读第一段，啊第2段竟然拍到12页去，吼啊，所以可能3年你才家己看要切伫伊对安尼，啊准日你才对咧读，啊，其他的朋友欢迎，大家的朋友你若举手起来啦，好，你若举手我就叫你起来做伙来读啦，伫无处理安尼。第11页，这篇恁大甲我陈永廷伫2019年8月30日自由广场。编者按讲，这是自由时报的投者投书栏，读到林春发先生迄篇《别伤害我家茉莉》，书当时拄老母过身偌久，才要做告别式，9月初3尔。想讲恁答案6月14，拄老母身体当地有刷煞的时，伊才来阮兜斗骹手看顾老母。短3个月会斗阵，就敢若是阮兜的查某囝。但韩国瑜市长阁舞出出来，红飞出去来一阵鸡啊！伊鸡条问久啊，看会到的拢是鸡。我捌甲2020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干掉啦，袂使伤害阮兜领导。好，来3年后你读这段不离啊长的。有呐，我甲你 Q 好，我继续。到在恁搭的背景，甲当初中介找伊来时，哇，这是带吧？这是带吧？带伊来时所讲的他毋知咩？毋正面吧？毋正面。毋正面，敢若知影伊24岁有结婚。放一个囡仔伫厝呢，初厝来台湾尔，伊欢喜一半句啊，真够搭，阮用手比的较济讲的，
药会较侪讲清楚的。随望人的数字好摆差真济，紧嘛紧袂真，紧嘛紧袂真，紧嘛紧袂真。当初我有淡薄仔伤心，老母伊讲做规世人，有做敢袂歹一个仔天使来甲好师。有一道，阮三甲家己来做朋友，伊嘛手机啊柄叫我加柄，叫我加入伊的 Facebook， 伊才编出伊厝内人的生活相片，伊才讲起伊的老母伫山地走地哦，阿拉伯做工课，很大。来，你要读到遮，好来，准的你有对着无？好，感谢。另外一个伫台北。内中最合，老母甲一个啊，甲一个欢喜，故事里加西，伊个相片看起来，淡薄仔想味，讲水啊，讲水款，因为个家族翁在以外，就拢爱出钱出国趁钱。散车国吧，可能是散车，头前出钱嘛，爱趁钱啊，所以关键是应该就是因为散车，所以才会出国啊。散国出歹命百姓啊，歹命呀。歹命，散国出歹命百姓，因个困险，人命逐日安无路，伊伫阮兜初来的时。讲好，干那清扫一楼就好，其他二到四楼拢免移插，一年六个老母算也勇行，我家己甲老母再出再入，规工摆出去。会顺煞去看山，烧一日，会无爱坐车出去，烧咧。伊若拜三就带因去台中我的公司，甲老朋友食饭。礼拜日嘛一定车载去台中烧一日，煞尾素的用到长，转来厝里食，遮会固定行程，拢有你，甲老母斗有来有去。你是讲仆，我是讲婆。仆，当然有这个音的款吧，福州仆，我是讲婆啦，婆来婆去啊。我以为我唔知影，我无确定是咩咧读啦。啊对啦，吼，因为拄只我是读一段，3年嘛读，然后较我一段量差不多，啊，看你要读到什么所在。有啦，我毋知你有对着无？伫即个早啊、上尾啊，即搭只啊，准地你看。我一句读好了啦。267个中间老母着念伊，要放了念伊，头前那是麦吧，伊是敢若米第7条。